香港都市傳說，新界北茶餐廳鬼叫外賣。而家送外賣嘅話呢，我哋就 Kita 啊、Foodpanda 咁樣啦。但以前冇呢啲公司嘅時候，多數都係餐廳自己送嘅。而今次分享嘅故事，正正就係同送外賣有關。香港有好多嘅都市傳說，今日分享嘅故事，據聞係香港政府唯一沒有否認嘅靈異事件。雖然我哋冇辦法確保一切係咪真嘅啦，但就正如一啲老街坊所講啊，有啲嘢政府冇否認，咪真係默認咯。今次嘅分享會綜合網上得到嘅資訊，並用改編故事形式幫助大家代入呢個鬼故事。潮涌記嘅外賣第一章，奇怪嘅訂單。1989年12月，新界北大埔田嘅潮涌記茶餐廳裏邊，伙計阿強就抹住嗰啲油淋淋嘅台。天色逐漸昏暗，店裏邊只係剩低幾個熟客啫，而電視就播緊《歡樂今宵》，笑聲喺空蕩嘅茶餐廳裏邊回蕩。電話忽然響起，潮涌記要啲咩啊？阿強接起電話，懶洋洋咁問，而電話嗰邊就傳嚟低沉嘅女聲：揚州炒飯加底，乾炒牛河各2份，送去喜秀花園別墅2座4樓 B。阿強記低地址之後就 cut 咗線，向住廚房嗰邊嗌：外賣炒飯加底牛河各2份啦喂！老闆福叔抬起個頭皺一皺眉：又係喜秀花園，尋日又係呢戶，食唔厭噶？阿強聳聳肩，可能覺得我哋啲嘢好食呢，老細。第二章，門縫裏邊嘅手。外賣仔阿強攞住嘢食，踩住單車去到喜秀花園。嗰度係老舊嘅別墅，走廊燈光昏暗，牆皮剝落。佢撳咗門鐘之後，完全冇人應喎。阿強就好唔耐煩咁嗌咗聲：送外賣啊喂！叫咗外賣又唔捻記得啊！過咗幾秒之後，門慢慢咁開咗條縫出嚟，一隻手伸出嚟，而且遞出咗幾張巢咪掹掹嘅鈔票。唔好意思啊，放門口就得啦。門後傳嚟沙啞嘅聲音。阿強接過錢，數一數冇問題，佢就將食物放低。臨走前，佢仲望一望嗰個門罅，裏面黑咪掹掹，咩都睇唔到。第三章，冥鈔。夜晚收工嘅時候，福叔自然就喺度計緊數啦。突然之間，佢鬧咗一句：屌你老味，邊個玩撚嘢啊？阿強湊埋去睇一睇，收銀機裏邊竟然混住咗幾張陰司紙，黃底紅字嘅冥鈔同真錢搭埋咗一齊。冇可能噶喎，老細，我收錢嘅時候真係真錢嚟噶。阿強瞪大雙眼，而福叔就面色陰沉。聽日再有呢單呢，我親自去送。如果俾我發現係你喺度裝神弄鬼，屌你尾，搵新工啊！第四章，老闆嘅發現。第二日，同樣嘅訂單又送嚟啦。揚州炒飯加底，乾炒牛河各2份，一切都係如此熟悉。福叔親自攞住外賣上門，同樣地收到一句唔好意思啊，擺門口就得啦嘅回覆。而福叔喺門外亦都聞到死老鼠一樣嘅味道，但就冇太在意。畢竟佢今次嘅任務係驗證伙計阿強有冇中飽私囊。佢特登檢查咗啲鈔票，全部都係真錢嚟嘅。而佢亦都留咗一個心眼，返到鋪頭之後就將錢單獨放好。屌啦媽，肯定係阿強個衰仔喺度玩鳩我。聽日佢就知個死字點寫，死仔包。結果夜晚喺計錢嘅時候，嗰沓錢又變咗冥鈔啦。福叔今次真係手都震埋，無可奈何之下決定報警處理。但福叔好驚警方唔會認真處理事件，所以過程當中不斷強調從單位中聞到奇怪嘅味道，懷疑有人在家中暴斃，從而希望警方認真處理事件。第5章，破門。警察嚟到喜秀花園，敲門發覺冇人應，最後破門而入。
而屋裏邊有4條屍體橫躺在地，一對中年夫妻，一個老人家，一個年輕小女孩。佢哋面色發白，但詭異嘅係，法醫判定佢哋已經係死咗1週以上噶啦。但佢哋嘅胃裏邊就有消化到一半嘅新鮮食物，而台上面正正就係放住尋晚未食完嘅炒飯同埋牛河。更加離奇嘅係，嗰啲冥鈔上面驗出咗其中2位死者嘅指紋，亦即係話係死者親手將錢交俾福叔嘅。第6章夜半麻雀聲。警方調查嘅時候，亦都有訪問4周嘅鄰居。鄰居阿婆就話：你哋唔好玩我呢啲老人家啦！前嗰幾日半夜，我仲聽到佢哋喺度打麻雀，啲洗牌聲啊，鬼死咁清楚啊！喜秀花園嘅管理層害怕有鬼作祟，於是揾嚟道士驅邪，而道士就搖搖頭咁講：門向東北，衝鬼門關。佢哋嘅魂魄唔知道自己已經死咗，唉，仲以為自己在生，好好上路啦。原來4人因疑似煤氣中毒身亡，死後執念未消，繼續生活，甚至叫外賣、打麻雀，直至警方破門，先打破咗呢場亡靈嘅幻夢。有人話深夜經過喜秀花園嘅時候，偶爾仲能夠聽到洗牌聲。而最恐怖嘅係，你永遠唔知落單叫外賣嘅人係送俾活人，定係送俾香港有好多唔同嘅鬼故事。雖然我哋冇辦法確保一切真有其事啊，定係鳩噏，但我哋就當聽下人哋嘅故仔啦。Follow Luna Astra Talo，聽下睇下更加多神神化化嘅嘢。